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看明仔载，就是5月20日的就职典礼啊。尊正副总统赖清德甲萧美琴今仔日邀请友邦的庆贺团元首来体验咱台湾钓虾的文化。也拿赖清德就职演说的论调，国安高赞钓一大讲，会以稳定、自信、负责，也佮有团结四大关键为重点，持续推进国政，也佮有落实伫互世界看到台湾的精神。 5日就职典礼伫要开始，尊正副总统赖清德、萧美琴尽地主的礼数，19声邀请友邦庆贺团元首体验钓虾啊。We will work with all sides to build a nation of prosperity and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Taiwan is not alone. We have been working with international friends like you all. 这届5日就职有687人，拢总73个外宾访团来台湾祝福。友邦大部分由政府元首亲身到位，不过瓜地马拉总统阿雷巴洛无法度来，指派外交部长担任特使。中国因为安尼就指控咱长期污蔑瓜地马拉的政要来换政治支持，互咱外交部正式批评中方做贼的话掠贼。 中国利用我国举行新任总统及副总统就职典礼的时机，再度使出卑劣伎俩，试图混淆国际视听的行径，外交部予以严厉谴责。 外交部讲，台湾邦谊稳固，会伫适当的时机安排2国元首互访，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但是赖清德就职演讲，国安高层进前是讲，会以稳健、自信、负责、团结四大关键要素为主题，持续推动各项国政，并落实伫世界一旦看到台湾的精神。加入 CPTPP 以后呢，能够支持台湾的申请加入，让台湾能够和更多的伙伴一起为全球的贸易以及供应链的韧性带来更多的贡献。Your country and US President have the utmost support from British parliamentarians of all parties. And I assure you, and I will be assuring the new President,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do so. 总统蔡英文伫任期最后一天接见英国庆贺团，表达希望台英持续做伙合作，也期待多加入 CPTPP 的英国，会当支持台湾申请入会。记者综合报道。